就是这样，有听得出来差别的吗？然后10年前跟之后写的那些歌就差很多了。然后其实第一个感触是，其实以前的传统歌啊，也是老人家那个年代创作的，就对我来讲是这样，就是阿美族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在生活中就是喜欢用唱歌这件事情来记录很多事情，像以前有什么犁田歌啊，我去山上砍树也有歌啊，女生做织布也有歌啊，刺绣也有歌，有一些事情用歌谣来记录这些事情，然后一直到近代都还有这样的习惯，就在大概民国50、60年代那个时候，有一首歌我妈妈教我唱的第一首母语歌，也是那个时候的，也不是祖先啊，他们还活着吧？对，那个时候变成阿美族的一种流行。那个时候的环境比较封闭，其实资讯也没有那么发达，所以歌谣的创作上面也比较少受到外界的影响，所以还有那样的阿美族式的创作的那个风气。有一首歌叫《祝福歌》，是通常都是离开家里要到外地工作的人，在清晨的时候默默在心里面唱的一首歌。然后歌词的意思也很简单，就是当太阳还没有快要升起的时候，我醒过来了，然后看到大通铺上面睡的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们，就心中的就祝福他们说，请他们保重自己的身体，然后不要太想我的身体。我们比较实际啊，看到身体就是看到人这样。祝福歌。